讲过政治新闻，来看社会新闻。中英集团即卖咧分财产，这个分财产闹到呢去法院几下摆。最近听讲，这个二房的这个孤囝张国伟，认讲这个中英四位老神啊。 做这个遗嘱的执行人，也不过呢，拢无咧分配，以应得这个财产，就咧甲法院提出撤换遗嘱的执行人。中英集团创办人这个张永焕过身进前有写的遗言书，要将所有财产留予张国伟。因个大房这个三兄张国正不服，就咧提告这个遗嘱无效，即系地思讲这个遗产无分配。啊，二审的结果将伫这个月25日宣判。怎么会觉得委屈啊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 中英生父张甲兄弟仔争遗产，争真侪年也未争完，即摆阁传出家长张国伟提告来换死的遗产执行人，因为伫咧中英集团创办人张永发做生了后，留下遗言指定由二房孤囝张国伟一个人继承，嘛指定4位中英老员工担任遗产执行人。兼个大房第三囝张国正就真不满张国伟家己一个人得到财产，就提出遗言无效诉讼。遗言执行人认为爱等官司。 判决正办，或者是继承人有强势，才会当分财产，所以地书这笔240亿的遗产到即马也未处理好势。张国伟就来要求法院来派新的执行人出来。他认为遗嘱执行人还是可以先就这个遗产先做一些分配。那如果分配了以后，将来这些纷争确定有一些应该要找补的地方，这些继承人再来去做找补。因此呢，张国伟先生就会认为遗嘱执行人一直迟迟没有分配遗产。 怠于执行其职务。张国伟扣上阿兄联手用股权的优势，可以无多做中营董事长，尾后就无伫咧中营做，家己出来创办政府。不过遗产变怎分，两边各党也未闹煞，遗言无效的诉讼，一审判决张国伟赢，遗言是有效的。不过大房第三囝张国正继续上诉，二审会伫咧4月25宣判。不过伊照民法第6分的规定，总遗产其中120亿需要由6位继承人去平分，所以张国伟会当 另外个得到120亿，拢总是140亿的财产。这样的遗嘱内容，依照民法1223条的规定，是侵害到了特留份。因此呢，其他被侵害特留份的继承人是可以依照本条的规定，来向张国伟先生或者是被继承人的遗产，来请求分配他们被侵害的特留份。有中英集团金秀的扛棒，兄弟仔争财产，闹起法院，嘛有外界拢伫咧注意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